第12屆亞洲播道會會議，今年將會喺日本嚟到舉行。嚟自唔同國家同埋地區嘅弟兄姊妹會聚首一堂，包括有我哋香港、有新加坡、有馬來西亞、菲律賓同埋主辦國日本。今年嘅主題係以愛為橋，聯繫亞洲，凝聚亞洲播道會，豈止會議咁簡單，分享愛。All Asia 嘅意象呢，我覺得呢個係即係主內一家。原來上帝喺呢啲地區裏邊都擺放佢自己即係所愛嘅兒女喺嗰度為佢作見證。咁所以特別對青少年人啦，我覺得即係我哋包括我自己啦，我青少年嘅時代都真係被日本嘅文化影響得好深嘅。我哋所唱嘅歌啊、睇嘅卡通片啊、所讀嘅即係所睇嘅漫畫啊，即係甚至我嘅下一代佢哋都係透過可能係打機啊、或者係音樂啊，或者係漫畫啊等等呢啲咧，係佢哋對日本一啲嘅文化係了解。咁其實喺佢哋嘅文化當中咧，有好多好幽暗嘅部分。佢哋俾呢個世界所弄合嘅。咁所以即係求神幫助我哋我哋香港嘅青少年人，如果能夠讓神嘅説話、神嘅救恩喺我哋生命當中好活現嘅話，咁我諗我哋對日本嘅需要咧，可能會多啲關心，同埋即係我哋可以會唔會將來我哋有啲行動可以去關心佢哋咧？咁我哋喺日本舉行呢個會議，但係我哋都係 All Asia。其實香港都受日本好深嘅影響嘅。咁但係我哋唔係淨係去享受人哋有嘅嘢，而係我哋真係體會到喺佢哋生命當中，日本當地嘅人其實佢哋真係好需要福音。你知嘛？喺日本係少過1%嘅人係接受耶穌基督做救主，所以我哋見到嗰個福音嘅荒涼，嗰個嘅需要，而上帝都同樣係愛日本人。咁我哋盼望即係我哋對日本唔係只係一個去享受嘅地方，而係一個我哋可以用禱告去為佢哋守望，為日本嘅教會嚟到守望嘅一個地方。以愛為橋，聯繫亞洲 ，Crossing Bridges Through the Cross of Christ。11月喺日本等住大家，亞洲播道會第12屆嘅會議等住你，快啲報名啦！11月約定你，日本見。